彼得同保羅都講咗好多嘅順服嘅道理。順服唔係一個好容易學習嘅功課。按照聖經所講，我哋要順服呢個制度，我哋要順服君王、順服神宰、順服主人。彼得喺彼得前書第3章第1到第2節，佢開宗明義講得好清楚，去提醒嗰啲作為妻子嘅，佢咁樣講㗎：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，這樣若有不順從道理的丈夫，他們雖然不聽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。這正是因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嗱，弟兄姊妹，原來彼得提醒嗰啲作妻子嘅要順服佢嘅丈夫。嗱，有啲姊妹佢嘅丈夫係未信耶穌㗎，有兩個嘅可能性。第一個可能性就係話，當佢哋結咗婚之後，呢個咁嘅姊妹首先信咗主，佢丈夫未信主，或者呢個姊妹佢自己係信咗主，但佢選擇咗一個冇信主嘅人去嫁。當然第二個情況我哋唔鼓勵嘅，但係事實都出現咗嘅時候，你一個唔信主嘅丈夫，按照彼得所講，如果你作為一個妻子，你都要順服，因為當你順服嘅時候，你呢種咁好嘅品格、咁貞潔嘅行為，你就能夠感動你嘅丈夫。你嘅丈夫雖然係未信主，佢雖然係未有機會去聽道理，但係透過你嘅好行為、你嘅好品格，你就可以引領佢進入主嘅道路當中，引領佢信主。弟兄姊妹，原來我哋嘅行為嘅見證好重要。我記得有一次我聽一位生意人朋友，佢係好迷信嘅，佢係唔信耶穌嘅。第一次去到加拿大，佢竟然間喺個餐廳見到一個好老年紀嘅夫婦，佢哋食飯嘅時候竟然間手握手去禱告、去謝飯。嗱，呢個咁簡單嘅一種咁嘅行為，彼此相愛嘅行為，就好感動到佢。佢就好好奇，就問呢兩位：點解你哋咁好，年紀咁大，仲手握手一齊喺度禱告？咁佢哋就分享佢哋係基督徒嘅時候，就自然帶咗呢位朋友生人去咗自己嘅教會，跟住呢位生人因為咁樣去信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作為妻子，甚至作為每一位基督徒，我哋一定要好小心我哋嘅行為，因為好多人信唔信耶穌係睇我哋嘅行為。如果我哋行為做得好嘅時候，我哋去真實去愛人嘅時候，我哋就能夠感動人去歸向主。如果我哋行為唔好嘅時候，我哋行為唔係表裏一致嘅時候，有陣時我哋成為一個大嘅石頭，攔咗人哋去信主嘅。